就已经很棒了，对不对哈？来，接着下来呢，来介绍咱的美女姐哈，今天带来的台语歌曲《今生爱过的人》，来做回来欣赏歌曲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小美女好。全场的来宾大家好。我带上车里走。
讲哦，咱就用心在唱啊，咱的好朋友都有用心在听，很心酸。为什么？你会想到谁？没有这首歌，对，很心酸。我大概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嘛是拢会感觉有一寡悲伤的感觉。对对对。但是吼，今麦我若家己一个人爱做快乐的。对对。因为无人家你怎么说？人讲翁仔某相欠债对不？啊，咱若无另外一半的时候，咱唱这首歌我就较无尴尬。因为女人都是这个感情啊下得比较重啊。哦，所以你刚唱到这首歌，你也想到你的初恋了，对吧？无来讲生笑的啦，因为这歌曲刚好最主要是要把咱的感情融入在里面，安尼听的人唔知感觉很有那个很有感觉啦。对对。对啊，哎也谢谢啦，今天打扮这么漂亮，还来带来好听的歌。嘿。美丽家族3个3嫂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哎呀，我们美丽家族的好朋友。对啊，美乐蒂老师同学大家好。美乐蒂老师啊，哈。对啊。好啊，你有做这家族。还有那个思前公园的手语班的大家好。手语班你也有哦？我会手语啊。哎呦，真的哦，那改天跟你请教一下哦。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我们的美女姐姐哈，刚下。因为我之前在参会的时候有表演一